欢迎来到每礼拜讲台语的节目吼。今仔日咱有无共款的方法哦，来甲大家见面吼。因为呢，咱这个也先用录影的方式吼，来直播的时候，咱嘛是会老师吼，像我个会伫咱的现场吼，看大家用什么用写的吼，所以大家会当留言。安尼，阮嘛是个会伫下骹回应吼。好，欢迎大家吼，写愈济愈好哦，咱做伙吼，共款即个时间咱今仔要来讲安怎赢过坎坷的人生吼。老师，人生无顺遂的人对无吼？坎坷的人生，逐个人人生拢坎坷对无？坎坷。嘿，是所以爱赢过哦，袂当赢过的人吼。足济就安那放弃。来，咱来看亚国啦，来看亚国。所以咱要继续看亚国伊安那。因为亚国伊行过的路，咱大约知影迄个地点哦，迄个地理的位置。伊倒转来甲咱地时，第一站是事件，底下有发生一寡代志哦。因为伊的囝有那因后爸亚国安那做到交病啦，甲事件遐查甫囡仔拢杀死了。结果吼，迄是第一件发生的代志。佮刷落来，希伯伦，伊是要倒转来希伯伦。希伯伦就是阿伯拉罕甲迦南人买土地，也就是讲，伊伫迦南地的祖家啦、祖产就是伫遐。伊买一块地吼，想要倒转来就伫遮。因阿伯拉罕伫遮过身，也伫遮生活，伊的老爸也是共款。伊有哪要佮倒转来即个位？就是希伯伦，来咱才有讲到上界南边的界限，就是离开别是巴，若离开，就是离开迦南嘛。佮向南边去是埃及，所以伊伫遮佮有发生一寡代志吼。咱知影大约的位置以后，咱来看亚国的一生所拄着的艰难。但是上帝有对以色列保证哦，保证讲，你看，咱看伊安那保证哦，独你以色列是我的奴仆，亚国是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伊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上帝甲伊保证一定要祝福伊。来第10的所在讲，伊讲你无得惊吓。因为我甲你伫咧，无得论咧，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帮赞你，用我的公义的正手来扶持你。即款的保证，咱也听到，一定足欢喜的。那安尼，我来平安安全啦，我逐项拢毋惊，敢是安尼？足顺遂的嘛。咱伫遮要来问观众朋友，咱今仔要问2个问题对无吼？看有人答对无？有人知影无吼？即个花语安怎写吼？因为即两节拢是足有名的圣经节吼，所以咱要请观众朋友就会当写落来哦。看觅这什么？无得惊吓，无得惊吓，佮有一个无得论呢？论呢？论呢甘惊吓吼，即个华语。论呢就是讲惊毋敢做。讲即句华语是安怎讲的呢？惊毋，所以即个论呢比惊吓更较严重，该是更较惊吓是惊，论呢就是讲惊尔，就论呢就是讲煞来个毋敢振动，毋敢做代志。对，惊了还硬气安尼嘛？毋敢做代志，硬气毋敢做。好，所以你会当继续写吼，等下吼。阮会公布答案吼，伫顶悬安尼。好，所以伊上帝甲伊保证，但是伊的人生嘛是共款坎坷，对无？伊有甲咱保证，上帝有甲咱保证，一定会听咱。毋过咱有拄着足侪坎坷的代志，为虾米呢？
咱来看一段圣经，你就了解哦。耶稣有伫遐讲，伫新约圣经啊讲，念伫我的基无结果子的，伊就甲伊剪除。哦，有结果子的基，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更较济果子。你若讲完全无接受，爱着家己去杀，就无爱。实在你去。你若讲接受伊的教示，愿意顺探伊的教示来相信，我可以。伊就要甲你修剪。当然伊甲你保证，伊绝对是听你无毋对。甚至伊家己的生命就互你。讲你毋免惊，但是伊要甲你修剪。所以有拄着真济。嘛是足疼的呢吼。伊要甲你修剪诶，雅各就是足爱有家己的想法，伊就甲伊修剪足济。你若毋免有家己的想法，安尼顺利的来相信你的，你的日子就会平顺。相反，上帝拢要祝福你。是。你做个交朋友，那会祝福你。毋过你爱受足济修剪。是安尼。艰苦，家己叫做家己的讨皮疼啦。嘿，对，讨皮疼。咱个看。用了诚拄好吼。好，所以咱来看雅各是安怎谈起。咱来看哦。雅各97岁时，甲倒转来迦南地。是。咱当才有看嘛，伊倒来迦南地就先去试验，来就向南边行，要去以色列对。伫途中伫迄个路途吼，伊上听迄个某。迄个某，这是伊上听迄个哦。是。就伫遐生便雅悯，因为难产来过身。是。途中过身，你想敢安尼就了啊？过身迄个囡仔面是毋是雅各爱养饲？对啊。所以雅各是毋是爸佮兼老母的职？伫要100岁安尼，咱做阿公。对，伊家己养饲，甲迄阵约瑟甲差不多6、7岁尔。伊养饲10冬，即个囡仔已经差不多大汉。约瑟个17岁啊。伊就甲约瑟讲：你去找恁兄哥，因兄哥伫示剑迄个所在咧看样。就是我拄则有讲伫遐发生一寡代志，杀死遐查甫人吼。伊就找伊的。但是约瑟因兄哥足无爱约瑟，啥原因呢？因为因兄哥若做歹代志，约瑟就走去甲因老爸斗啦。所以因兄哥足无爱即个囡仔。即个约瑟雅各佫足疼的，佫疼的，佫做迄个彩色的衫互伊穿。因兄哥当然就怨妒啊。目眶就红啦吼，咱讲赤目眶就红，就是讲，就无欢喜因小弟。所以伫远看见小弟来是讲，哇，来，咱甲伊杀死。因兄弟讲要甲杀死哦。其中有一个讲毋好啦，迄是咱的故事毋好甲杀。拄好有落刀对伊什马利人过去讲，咱不如甲伊卖掉。真正甲卖掉。甲伊卖掉，卖掉以后。就得到钱啊！佮甲伊个彩色个衫烫落来，甲伊用一寡火等于骗因老爸讲，阮捡着即领衫，毋知谁个，假无伊毋知影，讲拢是火啦。就讲互野兽加起来啦。因老爸就相信讲，哇，伊个囝互野兽、互狮也是熊食起来，就真艰苦啊！就伫遐流目屎，伫遐哭，伊上听迄个囝仔会过身了，当然出来做。艰苦10冬后，差不多大约10冬后，伊个就迄个利亚迄个某佫过身。来个差不多大约10冬后，拄着饥荒，即个饥荒就足严重。是。咱回到头前遐吼，头破你应该回到后来，饥荒对无？饥荒真严重，全地拢无米粮，甚至埃及地甲迦南地的人，因为饥荒的缘故，也有甲昏去，也有甲死昏去啦，无通食。佮因
杨啊嘛无草通食，无落雨啊，无落雨，逐项拢无。真艰苦，因着所以雅各就叫伊仔囝较紧去埃及掠米，因为埃及还佫有米通掠，就讲还佫有米，还是麦啊，通好掠转来，通好会当过日。听讲埃及做济去埃及的时候，约瑟会认识因的兄哥，因的兄哥袂认识伊。迄阵约瑟已经是做，其实约瑟是迄个宰相吼，伊是一定做。迄阵约瑟已经30岁，对，所以伊就是吼埃及有即个有米牛的人对无吼？伊真正就是帮赞埃及，所以埃及即阵是附近的国家上有钱的吼，上足济食的米的吼。因为上帝有帮助约瑟啊，互伊知影要安怎处理适当的饥荒吼。伊就用甲足好势。就管全部因当然因兄弟就转来甲，因为伊甲伊讲嘛，约瑟甲因的兄弟讲，恁着调查因兜的代志哦。调查讲因佫有老爸，佫有一个小弟无来，伊就讲好，你去甲恁的上细汉的小弟就是平安面出来。安尼吼，伊讲留一个人白担遮做，算做白留一个啦，恁拢转，人质，恁拢转去无要紧，你一定要甲迄个上细汉的带来，安尼你甲人家见着我面。若无免，因钓两个米就食了，食了，雅各讲叫伊去掠米，讲我，因就毋敢去啊。讲你细汉的囡仔若无甲阮做伙，阮是绝对袂当去。去，咱保留伫遐迄个嘛无命，不得已啊，讲好啊，那一定爱去就好去吧。后来当然佮去，后来倒转来知影讲。约瑟就是伊的囝的时阵，咱来读这段圣经哦。然后当恁个将这个带去离开我，那伊拄着陷害，就是恁互我白头毛凄惨落阴府。伊讲一定要甲带细汉的，细汉的伊毋甘甲我带，伊讲第一个你看已经过身啊。上爱的某的，敢若生两个对无吼？两个一个过身啊，即个你搁甲带伊，安那拄着人陷害，安尼我准死的。伊讲讲我准死。无想要我。到底无爱啊！就当然有真济，真中间哦，圣经有写啊足好啦，足好有足济方法甲伊。安那后日有机会咱搁来讲一段。伊实咧讲啊，好啊。我的囝约瑟，这是后来吼，伊就讲好啊。我的囝约瑟还伫咧，趁我还未死，我要来去看伊，真欢喜就行，特别去看约瑟。开始对希伯伦向南边行，一直行到伫要出去的时，就拄着伊就伫遐丢丢吼。雅各就带囝孙70人到埃及。这段我要讲了，是创世纪46章第1节，以色列带一切所有的出发来到别是巴，就献祭互伊的老爸以撒的上帝。伊就来遮吼，这段时间咱知影，别是巴就是上南边的一个城市，界限离开遮就是离开迦南地。伊已经回到上帝的头前。伊伫巴旦阿兰的时阵，伫遐做苦工20天，伊真艰苦，想要倒转来迦南地，已经倒来啦。伊的性情来讲，伊的品行也拢改变啦，伊的想法、价值观拢改变，伊已经相信上帝啊。即阵要搁叫伊离开迦南地，伊开始感觉要去也毋去，伫遐丢丢。好不容易熬过头，就是讲，咱想已经100几档，伊的人生安尼吼，咱想伊伫遐毋甘脆，所以黄昏的时就伫遐起一个段敬拜上帝。敬拜上迄暝，上帝搁甲伊讲话，咱看圣经内底安怎写吼，迄暝吼。
迄个上帝安怎甲伊讲话吼？是每时46章2到30，每时就是黄昏的时，伫遐敬拜上帝嘛。迄阴暗，上帝伫异象中，甲以色列讲：我是上帝，就是你的老爸的上帝。你落去埃及，毋免惊，因为我要互你伫遐成做大国。这咱像几当前讲过对无？毋免惊。讲毋免惊我要互你成做大国。伊真正是成做大国哦。伊去的是70人对无？伊要出来的是已经200人，200万毋是200人，200万是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伫倒位成立的？伫埃及成立。埃及愈来愈侪。伊本来抑个毋是国家吼，伊70人袂当成国家。伊伫埃及400年后，成做一个大的国家带出来。以色列立国就是对埃及开始啦吼。咱去看46章第4节，我要甲你做伙落去埃及，我嘛一定会去带你转来。约瑟要唱化你的目睭，互你通安然闭目。就讲约瑟要化你的目睭，互你过身。伊真安全、真平安伫埃及来过身。约瑟。上帝会甲伊讲遮个代志，所以伫埃及拢总过活17冬。利别高样就是讲，伊伫遐丢着讲，我要去啊，毋去诶。伊所无爱去，伊虽然讲要看伊诶囝约瑟，抑个伫咧足欢喜，伊得讲要踏出伊国家，伊家己诶迦南地时发生伫遐丢着，所以上帝迄暝就甲伊安慰，讲我甲你做去。你免惊，你去过。免惊，之前其实就讲过对无吼？咱拄则观众朋友有写吗？答案是啥物吼？毋免惊，免啥物轮内，安尼。伊开始有祝福别人。伊去埃及的是第一届，拄着法老王就甲伊祝福。伊对掠着抢别人的物件，到一直要互人。你看已经改变。来要来书11章11节讲，对神雅各临终的时阵，甲约瑟2个囝祝福，伊看伫棺仔头敬拜上帝。我真爱看最后一句讲，伊看伫棺仔头敬拜上帝。伊若伫厝里，就伫门窗头敬拜上帝。伊敢若敬拜上帝，甲祝福别人，伊已经改变你的人生观，知影你得到所在无一定拢较好，所以已经知。伫外口伊就看伫棺仔头，因为伊摆骹，伊一定爱看棺仔头，才会徛咧，所以伊看伫棺仔头敬拜上帝。这是伊的年纪大时的人生。伫埃及17冬其实伊足想要转去迦南。咱看一段圣经，你就知影伊安怎想要转去。47章30节，伊讲我死的时，甲因囝讲甲约瑟讲你着甲我带出来及埋葬伫我的老爸甲阿公埋葬的所在，就是伊要来。伊要让我讲，就是因独独迄个所在是伊的家乡，伊的祖家，要来咱买迦南人买的土地。这是伊的。来，咱去看最后遗愿，然后回顾，咱来看伊回顾一生。一生，伊会家己讲，雅各家己讲，甲法老王讲，雅各甲法老讲，我寄脚伫世间的年日是130岁，我一生的年日过少过艰苦，毋达着我的列祖寄脚伫世间的年日。伊的列祖就是因老爸以撒，佮因阿公，因阿公寄脚伫世间的日。你看亚伯拉罕是因阿公嘛？亚伯拉罕甲是毋是拢无甲人交病？伊会伫咧要讲，我要爱男病，拢先互你选，你爱倒一病，选村的较好我，伊是拢无甲人交病。伊足侪所在伊毋是去甲迄个对敌的物件拢抢倒转来。讲会当留咧，因
因遐就是讲因有哪无爱，必然无爱啊，讲所有物件拢现的，拢互你，我拢无爱得到啥，伊拢毋捌甲人交病，拢互人，这是要来啊。因老爸咧，因老爸更加老实，连一句话都无讲，拢点点啊做，所以伫圣经内底拢无记载讲伊甲人冤家啊啥，拢总无。烧香啊，上帝上款祝福伊啊。外国足侪出头啊，家己足老啊，足聪明啊，遐要买，拢要买，是啊，上款上帝有哪会祝福伊啊？毋过伊是毋是家己讨袂用诶？嘿，对，讨赔疼，老师讲。讨赔疼，伊毋免安尼嘛，是拢上帝就已经保证讲要互伊啊。真正诶。所以一个人毋爱想讲家己做到一定要交病吼。咱想掠来掠去，嘛是掠无吼。最后一句咱来看吼，以赛亚书30章50，主耶和华以色列圣的捌安尼讲：恁会得到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总是恁无灭。这你若安静落来，安静你的心，你就当得到快乐。毋过你无爱，你想讲安尼袂？恁得到救，活倒转安息，就讲你安息，你莫为家己的思想足侪出头，就讲莫用你家己方法来处理这代志。你着爱相信上帝的教示，一步一步来做，伊就要祝福，互你安息。你的心性就会安息，莫安尼无傻吼，无用试试。这意思是安尼吼。来，咱今仔日真欢喜来讲个即个问题。是，咱要再问大家呢，因为这句是第二句，迄个叫什么？圣经名言，台语咩讲？名言，就是讲，即个是咱圣经内面吼一句最有名的话哦，毋知影大家知影华语安怎写无？你会当共款写落来哦。等下吼，我嘛是会甲答案吼。恁会得到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所以其实对啊，其实是安怎安息就是休困吗？休困就会当得救。来安静就会当有快乐，是安尼吗？差不多是安尼。安息就是讲你莫用家己的想法伫遐操烦。明明即个代志着安尼做，你遐操烦有啥路用？是足侪操烦，用你家己的方法伫遐变过来变过去。变想甲袂困着，袂食袂困着。可能足侪人拢是安尼吼，而且即阵阁有啥物病毒还是战争开始啊，对无吼？咱像世界上足侪代志，你会感觉你的人生无足顺遂吼，但是来倚靠上帝是其实毋免遐尼艰苦吼，就会当赢过即个人生安尼。因为有保证，你若相信伊，特别互你。是，所以若有。对，你若有介意咱的节目会记得按赞分享吼，互别个人知影吼。希望咱即个做伙来讲台语嘛，互即个语言的文化会当传。台语的文化，讲台语会当继续传落去，对无吼？所以咱嘛是希望讲逐个人今仔有来听的人，真感谢呐。欢迎你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吼，做伙可能过来讲台语。咱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希望大家会当来甲咱订阅吼，订阅台语讲啥物？订阅。订看啦，用订看。是吼。好，所以咱要祝福观众朋友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而且是毋免掠吼，会当互人。上帝祝福的人生。上帝祝福，所以会当互人足侪拢会当互人的人生，安尼足好诶吼。好，多谢老师，多谢朋友，再会。